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搁来开讲，开讲迄个半字。咱知影讲若三这字，读册音叫做三言两语的三。啊，若讲话音、白话音就叫做三。这句三吼，俗语原来几落款。头一句咱来讲吼，真侪老辈咧讲少年家，徛唔徛好，徛到安尼三角六经，意思就是讲吼，拢无四正啦。啊，有一句话，正就是讲一句话三角六尖，这就是表示讲话嘛同款呢。有当着啊，你讲一句话出来吼，三角六尖倒位的伤人，咱都唔知。这句话产生副作用的时阵，咱无知觉，插着人的心肝，咱无反省，有当阵啊倒弹，原来会去伤到家己。过来，同款三角有话，三寸原来有话。来讲有一款人吼，阴天。教人三寸深，意思就是讲，伊拢甲你扮笑面，拢甲你表现甲好来啊好去。事实暗箭伤人，咱无法度提防。后壁面甲你加到三寸深，老火老猪都会哦。这确实有影得爱警戒。啊，毋过咱嘛知影讲，你若要甲我吞，要甲我食，要甲我加软土深骨，你爱甲讲，换我出来伫咧反对，换我出来伫咧翻手的时阵，加晒落土也有三寸烟。这句原来有影呢？你要甲我饲咧争，饲甲讲我袂喘气，我反对甲你争倒转去，加晒落土。讲起来吼，这是无法度制造什么大事端。不过拍到涂骹的涂沙粉，原来会起三寸烟，意思就是讲做人千万唔通食人教。同款三寸你甲想，干那这两句俗语话争吵就真济。过来，咱过来讲一句，咱做人一定唔通看人无怨人有，因为3年一轮，好歹照轮。咱知影讲所谓的3年一轮，就是意思伫咧旧历2、3年中间，到一个月轮月。原来就是旧历甲新历争差拢总有10天，每一年拢争差10天啦。毋则讲吼，2年外就会设一个轮月。啊，你若拢总测起来，事实3年一轮，也有人讲5年2轮。原因哪会伫咧遮？就是2年外就是轮啦，就是讲19年的中间，拢总爱有设7个轮月。毋则人伫咧讲新历甲旧历的生日，拄啊19年会相拄一摆。你一岁的时阵，新历倒一天生日，旧历共迄天生日，到19岁，共款就搁碰着，因为19年就是7个轮月。啊，搁来讲一句3年一轮，好歹照轮，就是咧劝解人讲风水轮流转，总是有一日，原来会轮到我的好运，总是有一日好歹着到我的时阵，你唔通看我无。毋则讲干那这是三啦，讲白话音啦，三角六尖嘛是俗语啦，三寸深三寸烟嘛是俗语啦，佮讲3年一轮，共款原来是俗语，干那讲一半字，你甲看内容偌趣味就好啦。